大家好，歡迎返到嚟50合1頻道。上星期我做咗一件幾年冇安排自己要處理嘅事，就係小弟自從接近4張嘢嘅時候，會去醫院作定期嘅身體檢查，求個水落石出，求個心安理得嘅。但係響營營役役重複嘅生活裏面，真正有動力去推動自己打電話去預約，都係因為最近自己嘅公司接連有2宗中年男子響冇預警情況之下身體嘅隱疾爆發，其中一單我仲響現場見證，食下飯，忽然聽到同事大嗌咗一聲之後就動彈不得，送咗去醫院，原來檢查發現腦裏面有個小型嘅腫瘤要做手術切除，手術好成功，同事已經返工啦，祝福佢早日全面康復。過咗呢一劫之後必有後福，但係另一個中年男子就冇咁好運啦，急性出現咗一個狀況，送咗院救治就冇機會出院啦。所以我就當呢2個 case 係上天催促我嘅信息，就事不宜遲，即刻將念頭化成行動，去醫院檢個明白啦。所以今次亦都係繼2017年、2021年之後，相隔4年再去正視自己嘅健康情況。至於揀邊度去驗，你知啦，而家乜嘢都北上消費㗎嘛。我其實第一時間真係考慮去橫琴嘅醫院驗嘅，但係我都有先做下市場調查，問咗我身邊嘅朋友，而朋友勸我如果價錢其實唔差太遠嘅話，會建議我留喺澳門做。因為佢親身經歷國內嘅檢驗結果，經常都會有事實不符嘅情況，會判錯症，貼錢買難受就無謂啦。二嚟佢分享好多其實國內嘅人做身體檢查都寧願親自落嚟一趟香港或者澳門做，更加安心。聽完佢呢番說話，所以我就繼續幫襯澳門嘅醫院啦。至於揀乜嘢嚟驗，我亦都有詢問過一位好熱心做定期檢查嘅朋友，佢吩咐我如果要照片啊，就建議我揀照肺片。但係我又唔食煙，就連隨問佢點解要揀照肺片啦。佢就好權威咁講，有啲隱性嘅疾病啊，係可以經肺片睇到出嚟㗎。其實就咁照 X 光呢，係乜嘢都睇唔到㗎。所以呢，我就從善如流，除咗驗血、驗大小二便之外，就再加埋心電圖同埋照 CT 嘅肺片啦。原來呢，而家睇醫生檢查身體呢係有9折㗎。哇！我諗北上消費嘅威力真係好大啦，醫院都要減價。今次呢，使咗2600蚊。由於係自費嘅關係，我又覺得呢個價錢算係相宜喎。2600 4年，每年都係幾百蚊。我仲以為通脹4年冇檢查過，會加好多價添。跟住呢個咧，照肺嘅 X 光咧改咗做低劑量 CT，係啦。跟住有個靜態心電圖咯，就係做呢啲內容嚇。通常驗身都會安排響早上，因為半夜開始就唔俾飲水食嘢，所以我就趁住唔使返工嘅星期六早上，用咗1個鐘頭左右完成咗檢查、照片、交樣本同埋見醫生。檢驗嘅結果呢，我之前預期係2個星期以上先有嘅，點知唔夠1個星期，已經可以響官網嘅微信登入返戶口去睇返啲數據啦，同埋檢驗及影像嘅報告。呢個部分又 OK， 驚喜，要讚下佢哋個工作效率喎。報告詳情顯示，我身體嘅狀況同4年前一樣有驗過嘅項目，9成合格嘅今次繼續全部合格，1成唔合格嘅就繼續肥佬。因為未返去攞實體嘅報告，順便問埋醫生要關注嘅部分，所以先根據 DeepSeek 作出分析。第一項係驗有冇腫瘤指數嘅癌胚抗原 CEA， 結果表示合格。自己同結直腸、胃同肺嘅癌症都冇不良嘅發展，而驗另外一樣胚胎甲蛋白 AFP， 結果亦都合格，表示肝同埋睾丸亦都非常之健康，謝天謝地啊！然之後大小二便方面亦都攞 perfect score 100分，
冇寄生蟲，冇大便潛血。我雖然每日飲唔夠8杯清水，但係尿嘅檢驗結果呢，真係無懈可擊噃。血方面呢，就有中性粒細胞同埋常酸性粒細胞，數值輕微響標準範圍之外。但係 DeepSeek 就解讀呢兩項都係冇嚴重嘅異常喎，所以無需擔心。而去到今次新做嘅心電圖同埋肺部嘅 CT 掃描，一如我朋友嘅預測，照 CT 呢，通常就會見到結節。我嘅右肺下葉背段有一微小嘅結節，而左肺門啊，亦都有少許嘅小鈣化淋巴結。咁我又再問 DeepSeek 呢兩項代表咩意思啦？佢就再一次保證叫我唔使緊張。微小嘅結節少於5毫米呢，係屬於良性。我嘅結節係2毫米嘅話呢，係合理嘅水平。而小鈣化淋巴結就更加小兒科。呢一個醫學名稱只不過係代表淋巴結響炎症消退之後鈣化愈合，就好似傷口結疤一樣嘅解釋。所以我嘅內臟睇起嚟又過一關啦。但係美中不足嘅係，我嘅總膽固醇及低密度脂蛋白固醇依然都係超標，情況都幾嚴重。呢樣嘢都跟咗我好多年㗎啦，暫時我都未食過藥。今次要返去攞實體報告嘅時候，都要問一問醫生專業意見，我要點樣正視啦。另外，其實我都知道自己要響飲食同埋運動方面配合同埋調整嘅。首先要跑返多啲步，出多啲汗啊，食少啲加工肉、糖、蛋糕同埋飯等等。我會努力盡做㗎啦。而我睇返頻道嘅後台，見到我嘅觀眾朋友年齡層其實都同我差唔多。唔知大家又有冇做開定期檢查呢？如果冇嘅話，大家會唔會考慮下花1-2個鐘頭，俾少少錢去了解下自己身體嘅狀況呢？老土咁講，預防勝於治療啊嘛。我今次都應承自己，下一次檢查唔會再等4年㗎啦。同埋下次真係可能要照人生第一次嘅腸鏡，睇得更加清楚。Anyway，祝大家身體健康。我哋下集再見，拜拜。